专场3月20日至22日，苏州电视书场为您呈现。平台是敞开平台资讯朋友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市场。从今朝开始起呢，年分3季为您播出高素云吹苏州市平台团中青年艺术风采系列专辑。高素云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啊，仅追购至2个春吹者，伊呢也领略带子苏州市平台团中青年艺术的风采大实力。今朝开始呢，伊播出是2017高素云吹专场，是以欧子灯口为主题的专场演出，推出的是清一色的男演员。搿个5位男演员啊，虽然没指女演员的数来，但是呢，5多个演绎还是还勿逊色。不过啊，一趟的现场主持人听说还是搿个欧子的姐娘了，搿么是啥人呢？现在来看一看。各位来听众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各位领导，大家晚上好！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，感谢观众朋友们一如既往对你平台的支持。那么这趟的呢是高素云吹之的演出，这趟演出的主题叫欧子灯口。来听众可能晓得三字经里向有这样几句：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名俱扬。讲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民间的故事。是从前辰光有个叫窦燕山的人啊，养5个儿子，因为家大远方，哥哥与出色，李不人自家呢还是安享晚年。那么这个故事告诉你，还就是讲先辈与出色，长辈与开放。给他的呢，你这个头领的新人的拿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，害我们大队，你的指导我要帮你到主持演出。你这个申队长呢，你对我说个说好听啊，耐心苦点啊。放心，这个5个小囡侪是有良心的。接着欧子灯口嘛，5个儿子侪是男的。到底灵不灵？对浪去分析。所以细细倾听第一则开篇，单位表演在欧子前体神游。孩儿们，拿出你们的精气神，闪亮登场！一会儿呗，拿来把
把回头谁第三杯一月龙大烟怕着他去内上体多心呀英雄兵备当阳当，大东侯分欧举击军举飞石英侯头，今朝是得请君于当你去，君于不忘你到亲。我既相三生，你命不虑。恩贵在江人人下，地也在一两提儿。只问去那第三个，与空人若太夫，老所是几秒几不人。吓得问飞山，他一时忙将抱入堆，后面最长。哇！
娘不许。云南公是宏大，多里才是对了相近水，不能谁。从观众朋友们热烈的掌声当中，可以听得出，大家是相当的赞赏，你大感的非常的欣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三单关当中的一只叫鞭打金伯伯，上岁高文岁，高文岁呢，家头当中顶三属于25头，历史大世界，今朝呢也非出社会现实，而且呢也以这个流氓西部张成为。那么当中个是时讲是男儿，各位说是时讲宝贝里多该。那么河水嘛就是追三宝连来子了上，三宝也以三单关，有天主讲，三单关呀，越叫网友啊，你想想看，你为之也今日假设昨日这2天醉了，我有点爱了哎。那么男单边是一个汉个也有得事的呀，也故于天主方能得普，掌声有请。三单关。搭新郎人徐家伟今朝浦江相会，两高头来让小山背浪向叫牛头松行。家伟晓得单关现在做人的难处，所以安慰你。我从小当你青梅竹马，风雨同水，希望你鼓足勇气离开张春梅，回到我身边。三单关还让非常深幽当中看得是一丝希望。这个人啊，等如果他轻松之间会，辰光差不多，再点走起吧。因为今朝出来的辰光，深深金伯伯出自弟子弄我放出来，如果是主起的爱，不了张春梅晓得一时一场风波，所以两高头离开此地到外滩，接这部三轮车走到上头门，搭西家位挥手干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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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那个小辰光，一部一路愉快的车从虹口公园开新安市，外不东江浪向下来么，路过该到外滩，车上里向受害的人杀人，张春梅。现在搿张水过了窗沿浪，头透出来么，来让看外滩的风景。所以那个辰光，三单关个队啪西腔回过来，哈。小单关，咦，那个朋友不是辣屋里向困觉嘛？那把他该打来着？排队啥人啊？哟，这看见你咋睡着了？走了，对白过来一看，六个外国人，但外国人也会，小单关会分担这点差错。哼，肯定绑对小把里，那么想着了，哈。同情了这屋里向的女人金伯伯羡慕侬个差心，屋里向个总么去不夸一句，我当时要是给门啊门开了呀，哼，两高头一打一挡一吃一闯，满特子我大概打来绑的小把里呀，错看，昨天么提出来有一只赛队了还顶得了，非怎么当场做了你，干嘛呢？最巧，车子到南京路赛队停，就要这部三轮车，马上举不来四路来，到屋里门口车底负责汽水当门。杜静啊，开门啊！金伯伯一听张春梅话，嗨，平常辰光个杀气得罪呀，不要再讲出来。那今朝怎样子？哎呀，危险呀！单关刚刚到屋里，哎，这个老板我来了啊！人家进过来门嘎噔一开，哎呦，老板，侬洗手来了？怎么了？吃你光？一个不当心讲错的了。平常辰光侬一直叫我洗过来洗过去，我也习惯了。这个老板进来，里向讲。老板侬坐定当吃茶啊。今朝哪能介早走来了？哪能？
我跑出来啊！好出来，这个屋里新长的是侬的。我问喏，哎，屋里向这只摆钟快1个钟头，是侬700块的对伐？啊，这只市民钟是呢。啊这只摆钟8块嘛，这个老板里向有个道理的。那大清老早我起来一看啊，这只钟已定脱了。那么我也不晓得多少辰光哎，是呢。所以呢，我跑过去，中门打开，我8块一球。本来我要想8块30球了。也是个8块30球，我总还没出几个人。老板，我不像侬哎，袋袋里向有股票是个，手浪向么手表是呢，我没得的，我不晓得辰光哎。喂不对啊，大金啊！啊我记得我买过一只手表给侬啊，侬忘记脱了？哎呦喂，老板，侬不要讲手表了。不对啊？讲起这只手表，我想想，我心里我就难过。哪能？那个时候我军宝把那大世界唱戏，唱洋剧的。是的，我红了不得了哎，人家才晓得我军宝宝的。是呢，侬天天到后台来周雪雪，周雪雪。啥周雪雪？侬闲话哪能介难听？我来看侬的。是的，侬来看我，对我好。今朝嘛一刻生意，是呢，明朝嘛有小馄饨。我想这个17道倒是不错哎，对我好是呢。我长出来对侬好吧？对我好，人长得人气，那大家看看啊，一表人才，皮肤雪白，这个良心不黑。啥么子？人家讲的，老板。后来嘛好嘞，侬送把我一只手表了，是呢，这手表漂亮哦。我戴上去一看，老板。正好是1点钟，对吧？哎，对。那么等到我台浪向一休息唱过来，再一看，哪能？老板离晨就1点钟。你哪能这样听？我不晓得哪能会不走呢？老板姓马的是呢。对的呀。后来嘛，人家搭我讲来，哎呦喂，金宝宝，侬对啥女人啥个侪不懂的。姓马的手表嘛要上发条的，不上发条嘛手表哪能会走呢？是呢，好嘞，那么后来我夹了，啥人晓得我刚刚夹上去，走了，一台走了。你哪能这样听？我不晓得哪能会坏脱呢？是呢。后来嘛，拿到大马路巷子里钟表店，请人家老师傅去看一看。人家老师傅手表接过去后盖打开来，老板伊对我笑笑。是的啊。伊讲妹妹啊，这手表不走是呢。我讲是的，老爸爸，所以请侬看看，也会坏脱了。伊讲妹妹，搿只手表一生一世不会走的。你这个为啥啊？为啥了？老板侬会问得噻？搿只手表只有壳子没得芯子，侬里向装根橡皮筋，怪不知道我夹上去抬出来，夹上去抬出来，侬骗人哎！出来骗人骗得太多了，自家忘记脱个的。好了，不要烦了，好吧？我留下来搭侬买只新的，好了吧？弄好弄好的。这个我现在问侬，哎，对关人的？小丁位啊，小丁位嘛就辣楼上。来楼上？哎，是的。大金啊，哎，今朝单关外头出去过伐？出去过的呀，当对新郎人，搿个不能说个，搿么啦，老没得。外得啊，当面说句话，那我外滩公园看见个出了。大金啊，老板，侬今朝敢讲山上没得伐？哎呦喂，这个老板侬讲的是不要讲山上，30上我早讲。侬讲没得，一山没得， 2山。哎呦，不灵，你这个袖子我悄悄吃上过来。哎，侬讲呀，侬讲呀，还有一啥子侬来讲，侬来。慢慢讲，让我想想看。出来3看。张春梅是老几句话，喝哈屁样样事，啊，为了讨我为话啊。这个老板，晓得我没得出去个喂。好了，大金啊，侬不要吓死了，我来告诉侬好伐？啊，外滩公园。对，这个新人喏，看见噶不可能啊！慢慢讲，17到平常辰光欢喜用毛公干，哎，有辰光喉咙一响，我一好闲话要把你毛出来，啥个？今朝让我下来毛毛你。这老板，侬讲啥地方？外滩公园。啊，外滩公园。大概几点钟啊？大概么钟11点钟模样。晓得我来做啥？人坐了三轮车高头，手抓了抓，抓了抓。还有呢？喂，我问侬了，侬问我啊？现在我问侬啊？是的，侬问我哎。一摸地嘛，哎呀，今朝一朵树跌了雨萍里，10里8里看见我，那么谁对个呀？根本啦，为子帮单关个忙，今朝嘛只能可高本事拿出来，说句话，
但是讲我没句话说得蛮好哦，流浪乡个朋友老实的呀，张出梅你心灵松感，万一侬个单官喊我来当场接待，闲话不一样，吃生活的也是我呀。一动脑筋嘛，哈得分哎，天气热，门落窗才开下来。上头是木头一个地板，泥土上是有一点一点的缝隙开了了。我喉咙提得高的声音开得响的，都引头上去。张师妹拿个单官喊我来当场接待闲话一样，不是的，对。啊，这个老板，我想着了，不能这个样子一讲，我想着了。啥话要来了，侬想着了？不是的，老板，侬看看侬自家哎，哎呦喂，一日到夜喉咙三倍响，这样眉毛一条高一条的，眼睛一只大一只小，我一下么这个闲话，搁了到我咽下去。好，侬不要讲八字。哎，我问侬，单官出去过的是吧？哎，出去过的。到外头去啥事体？到这个外头去是呢？到外头去嘛，一去这个烫头发。烫头发。哎，烫头发。那么啥地方烫的你啊？啥地方烫的嘛？这个白玫瑰。白玫瑰。哎。那么白玫瑰在啥地方啊？到马路。听得哇啦哇啦。我当然听不见。听得到。啊，谁听得见是呢？散散心哎，烫烫头发是呢。哎，不对啊，杜青啊。啊。我记得单官伊像说上个礼拜刚刚烫过头发嘛，哪能今朝又要烫了？今朝嘛，啊，这个老板，哎呦，老板弄的小姑娘们花头劲多哎，是呢。前一枪的后头上这个大补了，第枪的后头有新的设置出来了，哎，叫这个油条衫，一揪一揪一揪的，漂亮哦，老板，油条衫，哎，不对啊，我确实是看到单官伊今朝没烫了。啥地方来啥油条衫？这个啊，没得烫，我里向也有道理的。啥道理啊？今朝礼拜六哎，老板，哎呦喂，这个北玫瑰人多了不得了，小丁伟现在上海头上明星哎，人家才认得耶，是啊。哎呦喂，看到这个小丁伟一来是不得了了，大家在红场里请伊签字啊，拍照片。小丁伟心里向一烦了，头发干脆不烫嘛，伊脚步三轮车就出来了。到外头去啥事体？外头去嘛。都好了吧？都好了。兜风，散散心呀。伊兜风嘛兜风啊！哎，我上次看到伊坐了三轮车高头，这手招了招，来让到啥人打招呼啊？你啥去到财库见个？这个老板手招了招嘛，里向还有道理的。晓得我为啥两道我讲的？市桥搿搭点呢是啥红绿灯？哎，想帮搭三轮车个老伯伯打招呼，哎，大家让开点好了，走位了，手照红绿灯走位。哦，走位。哎，是的。那么杜青啊，哎，老板，今朝单官啥辰光出门了？啥辰光出门个是？啥辰光出门嘛？小单位伊是他弄这个，老板是前家后家摊单一家。那么啥辰光走来个呢？啥辰光走来嘛？是他侬老板前家后家摊单一家。要希望侬跟上来了。杜青啊，哎，侬今朝蛮忙哦，侬两只脚侪派着用场了。是啊。我当侬讲，不要翻门开啊！不翻，老板，我不翻。侬讲的才是真的吧？老板，我讲的句句才是真的。我金宝宝要是瞎讲，老板拿我的洗头一讲，出啥眉头？不是，我不会瞎讲的，我哪能翻门？我当侬讲，哎，我要叫单官下来对个。不相信侬叫小单位下来对。对了不对哪能？对了不对？我金宝宝心有吃伤的。俺对俺好，那么侬等好。好啊。单官，下来。刘浪乡个小单官是听得清清爽爽，自从禁止张高个门，生金伯伯次上火侪来帮我。来听呢，现在也来帮我当面说句话。哎呀，婶婶啊，你不是不晓得我个胆子先生呀？只要你喉咙一响，我一下闲话谁讲出来着？那边扶下去，你也冲上来。火气吧，火气的闲话我哪讲法子？所以小单官该说话真的是讲进退两难。生
生敢携手而别，生人待之还心悲。莫非他破江之谋，轻易间狗儿大米这对瓦里里，欲空归用那才明白。车微微步履间，抬头心头还是滚雨间，谁无对的谁好？自家关在自家，废话。所以从流浪乡下来，身体受定对身的。叔叔，对乖啊，阿拉夫妻做到今朝了，人家才晓得了，侬还要说。哎呦，这个老外晓得我没得教书，伊早叫侬说。喂，大金啊，夫妻平辈啊，叫啥说了？哎呦，所以侬讲的这夫妻么平辈哪能？老外我倒要问上。侬的晓得我两家头有个张纸头吧？啥纸头？有啥个纸头嘛？伊外头人家现在侪有个，一张红颜色的是呢，上头有侬的晓得我两家头照片的，这个叫发票是呢。结婚证是发票了，结婚证是我也不懂哎。那么我讲出来，伊早叫侬说哎，侬比晓得我大30岁是呢。有辰光我看到侬搿张面孔，我还想叫侬爸爸嘞。也是讲我来得这样的啦。好，侬对待女人，我搭对关讲闲话，侬不要夹了当中是吧？啊，去了。哎呦，好的。啥么子？跑过来。凶了不得了的死心。跟侬讲说好，不要想，好吧？我不想。搞啥么子？这个对关啊，今朝侬外头出去过伐？出去过啊，出去过。那么出去嘛，啥事体呢？旁边新郎人反讲讲，说对外口去对阵深深茫茫的，也是这样的讲，到底我讲好了，非要紧讲。哪能做小动作花领子啊？不是的，老板，侬讲的是啥个叫花领子？侬看看小队会的人吓了不得了哎！老板，侬不要妄定妄当似的。小队会胆子小哎，我叫小队会，侬讲好嘞，老板人蛮好讲道理的是的，啥个花领子？好吧，侬很不要想好吧？我不想。对关啊，侬今朝到外头去啥事体啊？去烫头发。哦，烫头发是吧？那么啥地方烫的呢？八玫瑰。八玫瑰了啥地方啊？辣大马路。哎，倒是对的。哎，那么对关啊，我上次记得侬上个礼拜刚刚烫过头发，哎，侬哪能今朝也要烫啦？是的，因为4月抢喊这个大波浪。哦，那么对抢你啊？有点是，谁是
1919。搿么对官啊，侬今朝没逃嘛？啥地方来啥油条吃呢？啊？是的。哎，因为单子把玫瑰沟隔壁的人实在多，侪要签名拍照，所以心里烦嘛，剪子部三轮车才出来着。搿么侬到外滩去啥事体啊？到外滩去，兜风。兜风，搿么侬兜风嘛兜风，我上次看到侬坐了三轮车高头，搿只手招了招，来让搭啥人打招呼啊？叔叔，不搭啥人打招呼。搿搭的三轮车前前一转弯，我双帮子了啦，水盏红绿灯呀。转弯，对搭才对。这个老板是呢，金宝宝想不能再问下去要抽板。我的小队会讲个样的是呢，侬有的讲我翻门开不翻是呢。好了，小队会老板在门心上了啊，侬上去去休息了，侬上去了啊。没。老板做啥喊人到吧？好嘞，我讲清爽了，小队会讲过嘞。杜金啊，我样侬狠嘞，哪能翻门开翻到我张春梅头上来了？老板侬又要来了，这个又要翻门开不翻不翻。这个闲话侪是侬教伊的。哎呦，老板侬真个冤枉我！小队员刚刚伊辣上头，我辣下头，我请教侬这个闲话哪能教法？哪能教法是吧？对呀。我教拨侬听好伐？我教只门单官出去过伐？出去过的。出去过哎。出去啥事体？出去烫头。烫头发。是的。啥地方烫的？啥地方？把玫瑰啥地方都马路，哇啦吃饱了侬。老板侬想着了。我老早想着了，好，侬这张云针，侬今朝不去生活，不讲真闲话是吧？哎呦，鞭子拿到水里，哼！杜金啊，来，侬看脚，这个哎呦，乖，带了心到蛮早的，做个是吧？侬讲吧，我再问侬一遍啊，今朝单关外头去啥事体？外头去嘛讲过来，烫，还烫侬死得当！侬讲嘛，今朝啊，我关到侬讲嘛，不讲鞭子要来了，侬讲嘛，好，老板，搿能好吧？侬便放下来，我讲好吧？哎呦喂，老板不要这个样子，做啥了？一年到要坑米活龙3倍样子。一个人年纪大了，我跟侬讲，谁要当心是呢？当心这个血往上头冲上来，冲到脑门里，这个血管憋大。出啥没得侬？不是的，老板，我这个意思就是讲呢，一个人啊，年纪大了，后期总归要退地下来，是呢？阿拉张家门里向一塌瓜子3个人。侬不相信我的小定位，老板侬去相信啥人？是的，那么我倒要问上侬。小定位没到上海来，老板侬是哪能的？许过关门。咁么好嘞？现在小定位来了过后，老板侬又是哪能？喂，侬啥意思啊？哦，侬讲我张春梅有今朝一日，才靠小单官？不是的，老板，小定位有今朝一日。还全靠侬老板啊！我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啊，要饮水思牛啊。老板侬不要发脾气，听我来讲仔细。侬讲里是另有收获，不要有往里，讲里没非行对。当杯盒子拔出去，叫机场送去包括去，才是难出去。侬讲对关走条路，真正道理。还看得哈个，还窗外里写一条了，听得蛮好听的。那么杜金啊，人了外头应酬。打扮得漂亮一眼，不要听我张春梅个台，是吧？侬看看呀，辣屋里呀，衣裳脱套换套，穿拨啥人看啊？老板，不要这个样子，小定官也是不容易呀。一起造木很多辛苦，你每天起床洗，钞票在辣那个袋里。经常将他们拿我来出去，
将胸部到那家里逼得里要去寻死，500人来赚钞票，怎么哪能你啊？侬啊只好一家去。怎么的？老板，不要再逼了。是呢，小单位进来阿拉张个门，侬看看玻璃地带厂，是呢，日夜两场戏，还要有辰光要撑档位，辛苦啊，老板。小单位胆子小，性格内向的，侬到辰光再逼，黄浦江浪向没得盖头啊。到辰光合拢外动，老板，侬要人财两空啊！凭良心讲，今朝金伯伯两句闲话踩了路上，但是张春梅心里想清爽，小单位到外滩去是肯定碰对小白里，那么呢，福气差错里多，老办法用一用。好了，啊，再乖啊，杜静啊，老板，坐好好啊。我来讲只故事拨㑚听听。哎呦，老板侬胃口是好的，一些些么吃生活，一些些么听故事嘞。侬听好呀，啊，好的。我张春梅有个老头子叫七载肉。哦，那老头子要吃块肉。搞啥么子？七载肉不是7块肉。哦，七嘴肉。哎，哪能呢？七载肉个老头子叫杜月笙。我晓得个十六府八四股台个对吧？搞啥么子？你个上海滩大汉，那是八四股台。我不认得个。杜先生呢有个三姨太太。啊。有一日，跟伊拉表兄辣浪大公馆花园里向兜秋子。哎呦喂，这个老板，表兄表妹兜兜秋子好哎。好啊。人家兜出名堂来了，前脚把那杜先生看到，隔子3天，关到3姨太，侬跟我跑，带侬去看样么子？什么东西啊？侬听我去啊！边边车子跑了，门前跑过来部车子，2部车子喇叭轻轻停下来。杜先生关到3姨太，侬到对角车子里去看看啥么子？啊！3姨太跑到对角，车门打开一看，什么东西啊？伊拉表兄辣浪里向。哎呦喂，杜先生良心好，那伊拉表兄接得来了。哎，接得来了。啊！但是这个表兄呢，到3天门前的表兄不一样了。哪能不一样？两只手没了。哎呦喂！2只脚还没了。乖乖。人蹲了车子后头。滚了滚，滚了滚。杜静啊，侬晓得像啥么子伐？什么东西？肉冬瓜。冬瓜啥？对乖，侬听好。侬留下来，再要到外滩去碰头小白里，侬也相信我还让伊做一只再手再脚的肉冬瓜。金爸爸一颗小对龟是好得来人个那能发对，队里忙忙非要好，我讲只故事拨你听听。这个老板，这故事好听哦，名字叫肉冬瓜是呢。对个，我会当是冬瓜杀肉的。哎呦喂，这个老板，我这块大有只故事侬想听吗？讲出来听听。从前，上海滩浪向有一个开西瓜的老板。哎呦不灵，弄到我身上来着。哎呦喂，这个开西瓜的老板不正经啊！但人家有位文老太太，两家头是举爹爹，人家文家老爷真下不晓得呀。啥辰光我金爸爸抽空去告诉人家文家老爷，叫这个开西瓜的老板做一道再手再脚的肉冬瓜。那么张春梅听到搿只故事，好你抬也不要抬。30年上海滩浪向混下来，见到2个女人哈。张春梅搿个人老眉深锁，水头多变，留下来要逼杀小单位，片头大字结束，请听我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朝节目带大家结束这，明朝同一辰光再会。八股浪向一不着了，不着。哎，老子来个的。平台就是常看平台真有朋友，可是让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市场。继续，请来欣赏2017高速运村苏州市平台头中青年医院风采
前来转移。一趟船上呢，虽然没女员的高猛，但是呢，女性角色这样显得是肥面肥腮，别有一番韵味。郭素云前来船上的每趟演出书目，大多侪是平台的经典之作。不过呢，一趟船上辣影视浪也算是最为新颖的只。为此呢，团里向上下也是花足子心思。好的，下面呢，就来一道来欣赏2017郭素云参与的精彩节目吧。我的儿子哥哥等样，看看也无性感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是男艺虎当中的一只巨戏。这个一位是记得我的上朝团的陆建华老师拼档合作过的，现在跑不里到南沙档、上水、追山坡、下水呢，就是炒肉梁。那么这个梁高头呀，相当配。做啥嘛？因为肉梁的张点是唱得真的呱呱叫。那么山坡的只琵琶呢，相得益彰。明日的秋季年送，打是一个儿子年世饭，父子两高头谁爱忠良不计其手，叫恶贯满盈。而年世饭的高三年夫人，恰是善良忠爱，尤其里多个男年来真写家，可是王人称得才女，叫才貌双喜。哎，介绍了3天门前呀，年府里向大办喜事。啥天呢？来真三家与阿爹年送之婚，配备了兵部公子义勇，正所谓叫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不晓得义勇谁是真勇，真假谁是把那年家所害，为报血海有罪，不得不对抗自家的杀父仇人。这个名堂虽叫邪恶，希望宇宙一日能够收拾结党。不晓得自保不如后，真勇暴露着自家的真实身份。各位来真三家深明大义，非得帮男人隐瞒真相嘛，还要识同娘一道帮忙。不晓得老几年世为不是啥个数量之辈，还得到搿样个消息哦。我们三家配备了随人之子，不是等于引狼失声吗？讲我们人口能一世走高上，还不人就留下来这个后阳根。那假如今在南三家三家为门，却都有这个当口嘛，都正有养后把还披上夺罪，准备有多少真用可以一些回味。叶夫人老早的女婿讲，搿杯酒不能吃高，所以个真用走于正派。谁去推杯换盏，搿杯毒水放得门前么打，挪得水里。啊，岳大人，猜那望准水锅里向一猜嘛，滴滴肥粥。老几一分晓得，正因为那女婿搿杯毒水吃下去，搿么没哈，等到那毒性发作，随后一命呜呼。追来谢塞，叶夫人上楼。但是心里想忐忑不安啊！虽然女婿搿杯毒水分吃，但是要想连压大罪，搿是不是讲便当？做什么个老头子看好了海？那么现在只有想办法，拿个老头子骗到楼浪向拖了里，那么有辰光的。所以对不过来对个下头望望嘛，说难当个下头去，说上句话，谁是我？我因披上头加上头皮痛，你等我亲自送报。我对几话拎得清的了，哒，像风着讲一人武器嘛，嘴巴里向为了让害了呀，哎了呀，不喝醉！老几年数万是他使命得意的当魁，不了我的这样子一般的心里话，陈白。后日进货！哎呀，反正呀，这个世界上那个人光为买好了，付出哪个道理呀？啥的你们头一痛啊，痛是痛的嘞！那地上下来滚起下来，冲呀，15气管子！老几心想，这个一下非同小可。哎呀，
我斗争披上夺罪一多少女婿的，不哪会得来高不头比通的？阿会得个又让我弄错方向，女婿分多少自个来高不干。老几个人虽然对道，夫妻的感情还是很好的。对他是从网上改面过来，人份上来，声音进来了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老夫来了！我的一口嘛，哎呀，亲自从爸爸的特种子，夫人一分先来滚去啊！现在来要冲上去的事体要出版，到底聪明，好说让我画个领子。哎，夫人啊！哎，来要让上来找你定心的啊！现在先来滚去找。哦，我要夺命个文武队，关着你亲自从八十干把，啥辰光先来滚去呀？我要但是个老头子让上来着，不你看我受得美好了孩子，事体要出版。一周年头呀，唱戏法门大戏要打得响，鼓励不了许多，夫人啊，万事万事。对方们要紧擦一擦腮，台子浪向一杯茶，望着面孔浪向擦，身浪向弄得汤汤鸡，望得地浪向嘛，一路浪先来滚去么，嘴巴里向为了浪海了。哎呀，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！那件事情大大流浪，搿只叫刚刚跨进房门啊！咋？八股浪向一步招来，夫人，啦，夫人，夫人，啦。你说天这样臭，哎呀，滚大吃力个了，你想？那夫人，相公啊，我不问口子，哪个不肯定偶因披上夺罪？他这个种强调把啥来害的？哎呀，我害人一时害得啊，我讲害得自个哪个不对了？讲到外头去，还是我为他做人的啦。老几一人伤心嘛，一动眼里得狂而出。你那一动眼里，哎呀，一张眼哟。此刻老几觉得发亮光，痛彻心扉，称得上。我们今朝设下鸿门宴，牛是自杀真家郎，米叫将来然后呀。记他谁此狼狈英勇处，定是我应最砒霜，历来夫人把命丧放，夫人啊，不报此罪，非君子。待我立日处死，这谁将来？夫人啊，待老夫与你报仇雪恨啊！姐妹，怎样？还不容易拿那砒霜来，还是和娘的白干？那是要等到男女婿跑出王人30里路，我再放得来。哎呀，老相公，夫人，妾身命在旦夕，夫妻话别，谁在顷刻？哎呀，刚刚临终遗言嘞，对官，临终遗言，这个多少重要？夫人呐，你讲谁死了？你快讲啊！因我是要讲了，
我要讲得多，讲得远，讲得慢。咁啥辰光开始讲起呢？一转年头嘛，打你20年门前讲起，打你包堂陈清留下来肚肚皮杨小奴，南追山3日，我说那是3日3要讲不完了还。哎呀，老相公夫啊，人，你可记得我们成亲之时，你来贴脱我个方巾，对我讲个第一句闲话，啥么子啊？我这个哪记得啦你？20年门前的事体，夫人呐，老夫讲了哪一句啊？你说给，你说娘子啊，你么是讲标致，我们只有一双眼，这个你阿姨比我难看。哦哟，也是个八大神仙，我去讲个闲话上去的。夫人呐，老夫真为防卫，真为防卫哦。老相公夫人啊，20年前，白天地，你定两家神父。咦，搿披上独子一吃之后，去么这里是3合拢个，合拢带分3户，人就刮烂了，而且为窗外的长点个的，你哪个单里？设置合拢嘛，开着呀。今朝我饮砒霜毒，顷刻之间也明归西，你为人跟谁莫在地？哎，老相公，夫人，我死之后嘛，你额头翻香，说啥么？我是不难读啥个呀？你想我死了自家人手里嘛，讲出去太对个。对过对过，我自家栏杆部读啥，搿种才讲到外头去个，搿太大加一个，夫人呐，都是老夫害了你呀！你反觉呢？啊，我也不怪你，你夫妻感情几乎合得哦来。哟。夫妻心深，生如海，一朝阴阳两相离，怎能舍？怎能去？该等三军风凄凄，与你梦里相聚与归期。老相公，夫人，等到我死之嘛，从此当你阴阳相隔，是啊，再也帮不着团聚。哎哟，不过要想帮团呢，还别当干。哦，我听人家说的，怎样啊？谁要想帮团嘛，等到三更过后，
英哥哥，英哥哥个辰光嘛，我会得来寻你。哦哟，不你讲得后蛮伶俐。但你妈妈那一千几呢，活了让千几啊，四字一千几，本来一千几是文领的也不能给他的。夫人呐，你在讲些什么啊？你别喊，别喊，我也不会得害你。这个嘛，老相公，夫人。我扶他去，飞于野心意，去你背部莫离弃，待我双一比，一语都了起。与我心生再跟，我其他是唔少，谁是等我戏子呢？等我考不升，那么留下来换他新的衣裳，你也算对得起我噻。你不要追，老几听到给他整个叫上头心塞。夫人啊，你放心的是，老夫绝不离了你不梦。你放心，还是我总归一直背下的背担的肚子气。斗气啊！对你妈妈那些斗气，我还不会斗气来。谁那个辰光？外地小路浪向声音打了手过来，哩哔啵，哩哔啵，哔啵哔啵，叭叭，二分隐隐下泪，儿劲大，心中挂念。小夫妻两来一出门，得起码的相偎相依话题。现在辰光从夫妻两个头已经出是门子，哎呀，但是我已经找了海算呀算个噻，一走年头嘛，啥个？对不过来，对个屋头看看眼睛，傻傻，隐隐就在外头那个门反手，还有手嘛，屋头几乎拎得清的，一进忙着门外去，拿手门轻轻接打上，一有手哐哐，夫人定心一半，哎呀，往那个地浪向冰冰的板板硬，这个人家到底哪行的？不是伊们呢，起早睡了地浪。唱法，一个人唱起来哟，老几觉得奇怪着，这里是偶因披上夺嘴一小来滚起，那一头的唱子起来呢？夫人呐，儿今你怎样啊？老相公，夫人方才嘛读心发作，现在嘛回光返照。对过。借雨过灯茶声，搿灯也每个辰光被一叭一叭，那么再灭脱得了。夫人呐，而今你这腹内疼痛可好些啊？肚皮痛，不觉心里痛。哎呀，我家都是公心在。我腹内高痛如头神。心中还是关于己，我父娃儿呀个你老爷呀，受恶终于把因果与家庭切身，待儿是天机，我否与不悔。夫家老相公，
公，你自家想想看，你一世俺做过几乎缺的事体。哦哟，与不应该。是啊，来着哇，来着哇，不应来着哇，分得你身上，不得是我五个身上。哎哟，不过你别讲，怎样？我不有干。我待你男人死，我不有干。搿种老家婆，那么真个把我摊上个。我做子那点坏事体，你对我谁讲一点点也不怪我。哎哟，谁那给人？外头小女拉声音带伊拉手过来，哩哩啵哩哩啵，哔啵哔啵，叭叭叭。耳闻隐隐下泪，三军大，心中挂念小夫妻，两来一切人，几去蝼蚁里，到吃龙台和米是现在辰光夫妻两高头总已经出自成个子，唉，但是现在越揉越烂，越揉越烂。对个呀，刚刚一杯水踩到身浪下，你现在哪非要烂呢？吓得门啊已经反锁着，夫人摆了摆，摆了摆，摆到床浪向的黄盒子。捞一点皮头过来，身浪向一盖，老姐也是一眼，一些么收起来，一些么黄单子上浪下一，夫人啊，而今的雨怎样了啊？老相公，夫人，老身这叫海人出国，哦，两边么阳气相迎，阴气逼人了。哦哟，对过对过对过，一个人是有来带啥子话，但应该几乎烂了，你应该越这么讲越来越烂，烂了不你手问他个这样。既然办过来手打的上一半边挪点皮头打的两旁边么试试哈，啥几年还是送的再有个温暖不离。夫人，老相公，夫人，妾身未遇几句押金的娃儿们，说服于你。今朝那个还有句句送一个，否则那老夫听着你。这两句押金的娃儿们，是啊。你呀，牢记在心底。你放心，今朝那个还我句句记了，总归记了心了，印了地了，刻了勾了。夫人，你讲啊。这两句娃儿们，讲啊。这个嘛，讲啊。哪个？哎呀，你快讲啊！你别逼那个为了让想了呀。我是一生好出息，但是那一个等太绝气，将来所以一人里可以另觅知己再娶妻。老相公啊，你留下来一口子孤孤单单、冷冷清清，我倒有点不舍得个。你如果看见有相巧的、看得中的，你另外要么再他一个，黄昏里再离一离，我倒不吃醋个。这个老家婆真的把我摊上的，自家妻子各位为不放心我，咋怕我那年功德什么，该得我重新再寻一个。新一个，夫人呐，叫老夫于心好人呐。说听说听啊！这老头子，你当真个咋？弟弟那个。
爽爽，有醉有咖啡，这夫人心中爱心喜。夫人一听来人广中不要紧，哎呀，一夜天下来，一个人到底受着呀，一个放淫嘛。那简单的不是死人啊！我因披上夺罪，应该小来滚起，一些么受起来，一些么完蛋上了下，现在花心里天，哎呀，也是挂这个披上我的干嘛违例产品噶？夫人，你到底怎样了？呀哈，这个嘞，你那当子是呼吸的呢？不过现在当你讲出来不要紧的。老相公，夫人，刚刚为了让肚皮痛了，哦，不知哪个道理现在不痛着，还为得吃我个肚皮啊！哎呀，搿只该那样子，你分吃披上夺罪，搿么搿样说起来，女婿还分上当啊！夫人，你怎能欺骗老夫戏弄于我啊？你大人欺你，实是你欺人太甚。像我家一书，乃是忠良之后，怎能给你害死？老子等你讲一声，女婿，我方知报个罪。哎呀，上当了！上当还来不及着，片头到此结束。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大家看见，一四股当来着，是一位道士。阴历当中的一只好大海水土千金沙，搿位是呢，肯定是要先暗对高文水，因为你本身就是识道士，但是你都还非要先看搿个几个配角，虽然识相时，个个侪马力。神风西江草月亮，南方苍白我登上，大海水土千金沙，一位道士跟了吗？牛日而没年，昏君牛卫中大都路开始扶上，现在与上虞省马跳围墙真扶上，江中北道不良率，所有的扶上从太阳里出来嘛，望正张义们而来。来让张义们的下头，有和两位牛日的老搭子，一个叫鸭绿金，一个叫鸭绿牛。现在小搭子。报禀两位老王爷，我和何人？侯是报了。现在有武生搬到北凉楼，所有的武生到朝咱们张义们过来了，请两位老王爷定夺。现大哥，你在此一睡，本王先去走。好啊！来，与本王带约马。是。小搭子把宫内母小鬼郎打上楼。老王爷，马到，地大等备爱上路，来，与本王刚刀。是。两个小搭子拿兵等到攻起来，嘿吼喊吼，嘿吼喊吼，嘿吼嘿呀！叶冲啊！马东才送的嘞！哎呦啊！阴嘞呀！哪算得是三小郎去？得，我得了。是老王爷，请上。众的三军有啊！随本王先去奏他。呼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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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边浪向的扶上一呼哟，勾那个老大子嘛妖精黑啊！哎，刚不应用居民哎！
哈啊！吴云龙一看天下英雄在了让海救命，我搿点本事也打不过个。要帮忙嘛，只有一家弟兄去，搿么叫啥人？只有侯大海，因为搿个弟兄里我吃个大海，大海，大海耶！讲配人呢？人啊，侯大海晓得搿句生活也是我的，所以来者不害了咯。吴云龙当然晓得，从小一大长大晓得讲配个脾气，不仅一句闲话随他家里出来。呀呀，众位英雄，大事不好！我家后的大黑们，死掉的了！嘿，方贼和你孔英勇是他个贼！对，老子来个对！这个谁吱一声啊？搿么哪叫你谁吱一声的呢？因为何云龙已经把了侯大海上当，侯大海见你很腿嘛，打你吃一个叉。嘿，这个谁吱一声啊？大海，叫不着你啊？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去登东啊！哪了？一些些开不就在马上来的，没这事的装快活啊！你现在闲话非要多啊！俺看见天下英雄在了让海救命，哎我搿点本事没法来噻。哎，你与我再去凑。还是北洋去吧？当然，哎，怎么不去呢？不去不是弟兄。我见你这个说话顶顶怕，不去不是弟兄。哎，那么谁知道啊？我开苗队，苗队不对不打个。好，说去开。嘿好，哎，一个人啊呀，开苗队不开苗队，人家吃苦头给。十口气门是一个烂搭子，头浪向金辉，身浪向金甲，38个红子捧满前胸。从前天我们那打得过呢，这个苗队不对，晓得讲配个脾气，你要努力要讲闲话，谁打你讲脱了，你不要讲个，要紧这一句。不对，对了，对他们去打呀！也是算打，那么没办法，只好硬着个头皮上来。谁要打自己口语，拿狗那个扶上啊！可是要喝死你个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还不站住？还不给我站住！侯大海睬也不睬，李亚门是个来来开开，哪么肯定的了？拉了过去，看来一个扶上。哎呦，人有点杠头杠的，那怎样了往过来？木头要帮着木头子，不许过来的。走，不成去，日嘛！你双眼当你石头兮兮，走，为什么？你这个老王爷啊，我问问你呀，你带了这许多人马来日我们扶生的去路，你要是要我们在死不离开呀？这个闲话都讲不出。自个今朝来个是12帮，我说是个，做啥嘛？你都要10分嘛，我哪费很多事？现在来个的扶上，不是的啊，那么你呀，那哈你只要尔等放下家伙，本王发觉不足，尔等围住家下。老王爷啊，安尊啊，哪个误会？你这个老王爷，我一看你个李呆子呢，谁晓得你是好人的？哎，老王爷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本王一律见。好，你这个名字好的，义利坚是委让委有真子，好，名字好，名字好。智里向让讲黑，43户搿片牡丹门前贴着个头，现在他来了并毛病这样，难道是我逼上来？走！天下英雄大家平均啊！这个老王爷呢，他叫义利坚，他说啊，只要我们把家伙放下来，发觉我们不如让我们围住家乡。哎，你们非要没得良心啊！谁的家家伙？放下来！那么地府上不动这样，你们才靠水地个高山哪好放你？所以一个来了啦，动啊不动。哎，搿点江北弟兄聪明个。一个讲配搿只别人们晓得要说糊涂是呗？葛么你来放，所有的侬水里个高山忙春地浪向，
擦啦！家伙放下来子啊，把一只子闭起来。那么高你不懂子，高上多头飞机说的眼睛我也要闭起来啊！嘿，不过真的有两个老实的呀，为了眼睛一闭，把我们这个老王一个李呆子好好叫记在脑子里边，哈哈！为主家乡画一幅图挂在中堂，造地作为地乡，要记你这个老王呀！哎呦，那可里不去，讲不讲都是府上当中的头。关着个电人，手里向高上放下来，有石头会头放下来；关着里头眼睛闭起来，有石头会头闭起来的。现在让人讲点啥？关着侬我张面孔见一见了，回转去画一幅图，过那个中堂，这地作为地下，公子户总是讲公我的嘞。哎呀，但是现在我黄道里我人美不木，人家非发个性功，要人家功，那么那面孔要忽然相提，那么个老了，有智慧浪向一个，左手一勒，身体一直，面孔浪向还要笑嘻嘻。嘿，你看你们不要把这个老王爷忘记掉啊！忘记掉这个老王爷，你们没得脸儿真差啦！嘿，和面孔应用好本领啊！这个说啥了？这个说啥了？这个叫吴大黑六十小鸡，位于大个机场在后头了。好啊！老王爷，好啊，这大事不好。老王爷出去被一个黑脸的蛮子7个8个一斧子，怎样啊？给骗死了。可恼啊，可恼啊！阿哥啊，你马背浪向分拨人家披萨少不了把人骗啥个？我何来啊？是与本王爷带马刚家伙，与我家狗狗保卫。是。要请马家上大狗来抵达等北岸上马，两兵加上水中一击。二王爷，就是他，前面那个黑脸的蛮子。对，前面的蛮子与我是人吗？要死个了！胡大海看见门前还有个懒达子，么晓得自家吃不消，马头一抽也是想打。打啊！不是俺便当，搿点富商有劲努力拿了。哎，红英啊，你不是为一点斗鸡场了吗？给他用特子吧，斗鸡场用特子啊！那么要是吹牛吹着把人来着，我录得来啥斗鸡场呢？没办法，圣诞这个对么再赶上来。对，蛮子我来问你，愿我将我家狗狗骗了是？放你个屁！这个说得出门要死个了。兄弟，好，你家姑姑3岁小孩子啊？骗得死啊？那我家狗狗怎样死的？就你家姑姑吗？你他自己爽在我斧头上，爽死个！哎呀，阿狗啊，说你是啥个？咁么要去过的，中国死人难水，对，与我放我吗？妹妹讲，你家姑姑临死的辰光，我有2句说话，你叫我要对付你了。阿狗啊，你是也是这样。搿林西门这个害我们遗嘱，搿遗嘱嘛，你拿去说个凶水听的呢？那我家狗狗讲了什么？你家姑姑说，他们打你再要好，顶耍不得你，再呼吸你，那么叫我看你子你呢？叫你快点下去背他。呀，呸！好，观众朋友，精彩节目带大家说着，明早同一辰光再会。平台就是常看平台真个朋友，搿在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精彩的苏州电视市场。继续为您播出2017高速运吹苏州市平台段中青年园风采系列专题。
昨日知道一位评话经典之子，阴历水托千金煞，只带子一半。虽然讲一位书辣书迷朋友心目当中呢是来俗于心，但是搿场个作物但还是第一趟见上。平常呢，侪是一个人讲，现在变成4个人来说。里向呢，除脱主人公侯道海以外呢，其他3角色也是拨了气得是十分到位的。好，下面呢，请大家继续来欣赏阴历水托千金煞。叫你快点下去，背背他！呀呀呀！呸！我你妈的哈姆市上来带太水呀的！且慢，大郎，你带位呀！我要这个。哎，你家姑姑我出来了吧？啊，查真。哎，这个样子啊，咱们两个老王八蛋才死掉了。嘿，你们跟回他回去吧。嘿嘿，回走去啊，很不这样味道。要让张义们的上头有一块千金煞，硬实的心子，外头包厚铁皮，上头顶满个厚豆顶，足足啦啦1000斤啊！你都给他扶上了，让过来来了，刚刚，刚刚。嘿，黑面孔，帮忙哎！没，吴云龙一口千金杖下来，背下整个人去拖一拖。那么弟兄当中少年喝脱这个一块千金杖，至于侯大海，因为你讲么讲，手里向我力气在动。不过随着俺家里的不回去讲。被要不个当地上上，马班上下来签字批马带里申报边，大概是真的。我带，这个王八蛋不去救救命，还有这个福气了，下来当你代码了，不带个，说啥个事体啊？我要去做千金煞。你要去做千金煞？哎，你要去做千金煞？哎，我有来兄弟自家有基金啊。老板，哎，设置100斤吧。呀，是个了，千金煞也千金的了呀，你哪去做千金煞？哎呀，大海啊，这里谁不懂呀？千金煞呢，名是1000斤。搿来侯大海懂。名实1000斤，虽然500-1000斤的。各位，哎呀，多少怎么样啊？吴云龙先生讲312斤，不晓得一个金上嘛，大概10人还会可以冲的。3斤，3斤，12两。3斤12两。是啊。根本4斤也不到个哇。根本脱子千金的有好处的。当然有的，脱了千金上，天下英雄都要叫我大恩公。大恩公，大英勇。我有大英勇。是啊，好是蛮好的了。除了大英雄、大英勇，其他东西有了。刀东刀西，水牛尾从真。其实问题大恩公了、大英勇呢，侯大海才不报了心了。但后头大东大西最牛尾真家伙啊！你想想看，3斤12两，4斤也不带上去拖一拖，半得东半得西，才有最了肉了饭出几个真家伙啊！我也就追上你这个种聪明人。我来去同他商量商量。不知他肯让步，那么反过来要打你去商量着。你这个王云龙啊，现在刚配要上趟的，谁敢这个快递会发掉了这个，不能马上答应的。那么刚配里还要3个呀，谁敢喝个事体让不够，这个苗头不对，你也不去的，不要打点稿子。做什么？这千金呢？哎呀，让我来去吧。不能够。我算了。你去想啊，方才你已经上了2公大份，这是一坨千金上的名气嘛，要我王云龙。一样的呀。真是一样。哎呀，你想的，
我去到天津了，人家问我叫啥，我叫吴大海。那么吴大海那一个人，我随说是华云龙的哥哥，而且你也有问啊，让我去吧。一个错误都在，千金上真的下来，可是太对不起。好，来，你去到千金上，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这个也是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我答应你？你快点讲，快点讲。除了千金上，身家分你叫什么？吴大海不能给。那么我叫啥？要叫我华云龙。千金那么下来头，名字嘛把华云龙。那么下来我去人家家里去追着问，人家要问啊，你叫啥名堂啊？我叫吴大海啊。吴大海，华云龙，吴大海。哎呀是，名字不对，吃不上个吧？不你研究出来名字不对，吃不上个。不要紧，他塞住个地方，我叫华云龙，他要追个呀，他一追，老子马上吴大海。啊，你看华云龙，真的华云龙，哎，真的华云龙，哎呀，哎，墓碑上写画下来，人当搬出来呗。华云龙这个王八蛋，手得聪明，总归算5个档。反过来到千金上下头。2条水往上头一伸，把还一个托千金上姿势。华云龙千丝皮莫大里申报比，大海千金上究竟多少分量？你说多少？谁就算量的？是啊。不打底了，不打底，我不打底了，不打底呀，外风无来了呀。等到那华云龙一追嘛，来了。这条水了嘛，该条水也要了，2条水老了了嘛，晓得不对，啥体发魔个样，要就弄在空笼头往这千家上向当，一指，3送个分量看了空笼头，心里下是清清爽爽。上当的人，华云龙3斤2两，4斤还不足个。搿点富商一口上千金上下头有个人托好了海，搿是要让你留个名字讲。哎，千金上下头英雄留一个名字啊！哎呦，刚配想对了，我托千金上为是最肉饭。现在从我边浪向爬过去的不是人啊，侪是追了肉了饭呀。那么呢，把名字把华云龙，还要华云龙的上子自家头名给打了，把自家名字，不晓得把自家名字嘛，你搿面看来了咯，办不出也罢，用足这浑身的力的。老子喊听见？不听见？我常说听见有个好事干，好事好啊！要么叫好人啊！这算是话每年今朝这么制度啊！还有个海了呀！哦，好海哦，没好，对，好海哦！也是个港配州，你得晒脱这个死了浪子嘛！还有个大事啊，带得去呀！雷特在，还有个大嘞，那么叫啥呀？好海大嘛！哦，那对什么？好海大哦！要死个了，大事放在双头方向龙，大雾海，对，对的，大海哦！大会大雾个，大事放在当中。当中，好大海，对，好大海！哎，我要对面把个名字比多块记住那围下出来。那让张一辈个上头有个东通叫红儿米，一看搿个千金上分下去呀，本是有人托下了海。
1000斤的分量内吃得消，那么再打那高低分量。我说来呀，是上钢棒，是，我的哥，一起来，来，1、2、3，嘿，过来6个小打死，每个手里100斤，随着600斤再加上1000斤上本身的分量，一共1600斤。干！那吃得消呢？眼睛拿在裤浪头，往搿两一撇，肩高上去打一锤。自家送个分量卡了身上，清清爽爽，只听见肚脐眼上头一滴滴，砰！肚上我，说你这位置包上了老肚上，肚上头两个肚上头耶，我这个肚上头的云南不死个人啊！哎，这个人家大内不是黑腹无穷，嘿，带老子无大黑，最多几斤白，大东大西呀，就最多为滚你妈个的！片头大致结束，请听我讲。秋林尽染，忆悠悠岁月，云云袅袅，恰同学少年。2017姑苏韵秋苏州市评弹团中青年演员风采系列展演之五子登科专场，3月20日至22日，苏州电视书场为您呈现。再一位是阿黛西来着，是一位3线当中的一只大难名人党。5个党，5个儿子统统上来。凭良心讲，5个党对整个副大挺简单。那么观众朋友，大发现，今朝你搿台节目啊，做的是高法。你看，3党、3个党、4个党、5个党。那么生活当中呢，其实你还是很多事体侪要做高法。打个比方，工资也高，奖金也高，存款也高，人脉关系也高，再眼睛么观众朋友的人数也高。只有你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，你这个平台事业才会得越来越兴旺。那么掌声有请。今朝是大年初一个早浪，杭州孔庙名人堂上神坛济济，人声鼎沸。大堂浪向立满个读书人，天津里向夹满个海人百姓。那么啥事体呢？昨日大年夜，作主赛辣戏子监门上小子一副对联：谁定往日杀，悲哀复是来，落判作主赛。因为呢，平常辰光激荡行使，开抓勒索，欺压百姓，所以儿子不当不平嘛，出那个洋相。说呢，屋里个财产打认定是1日11日，来个事体不是被么定是哎，娘呢1日到要毛棺材嘛，哭啥里头个娘东菜，戏子监开出门来，可见么红毛身上。马上要是三五生友，大概他们人堂准备打做事生，一举高低，绝一使用。哼，肌肉里要马龙分散，用代理上的行水读书人的枪，那么你要一己之道，为己之身，用代理来为真理。如果你对人错，马马虎虎，假使你交帮屋里面松不具备，这个这手空的呀，上一行铁的一个理人。那么搿点害人百姓呢，谁希望来做主谁人？还有啥一路天哪个戏子监躺平吧？你百姓的业家哈哈够的。追问兵是结啥子？大概比名人堂一口，戏子监个名人要有20-30，而你呢只有2个。对阵做主赛妈妈看上去今朝来啊，一时之间来袜子出气。做主赛是杀无忌是胸有神助，呵呵。你都哪位要怕水了？看呀，搿只面孔哎，无耻大头皮，
对起眼，生得像中环人啊一整，搿张面孔大哈皮小个，贴了门上出来不够进来。对弟兄们眼色一挥，我身上你都马上跟进去。什么？哥哥，做兄，智兄，乃出色，错了路道。智兄，谁是儿子的老兄？哦，乃了见我别业啊，请教神兄真教导啊，自见。你名字里有个字是我称内上智兄们，是他你哟呵，那是我辣辣最那个别人，是你让是不错，意思难听。哎，那么我家人知道果然没好听啊。哥哥，小事体不来打你计较，留下来么弄个小毛尾不能搭搭。做兄，智兄素闻做兄手上人事搭配啊，做小的给他一个赏礼，不知做兄还能赐给一个何礼？智兄客气，知谁请教？咁么来听下子啊，我个赏礼讲，苍松勾八，走斗于山，沉默不知上下。哦哟，福林，呵呵，来老母我个三门冲我个面对，是给他杭州的个李日老头，我打你胖啊，不是想了，林福清本得是养沉默人干，哈哈哈，知谁对谁，请讲。春意吹红，怒来不忘，弼马，呵呵，哪小东西？哦，龙朝外头跑，我是里鱼眼不是汤水经过当时四进来对，叫沉默不知上下。你讲我是天上飞个眼头我，只晓得南来北往，不晓得东西方向。是弼马一部弼马在中山邑，我摸的，你为么我中山我去呀？旁边的小叔看见对儿呢，各种样子么对儿啊，你说差。你搿种办法呢，对付一般人可以个，对付做知识么，就态度一黑，态话一点，让老家们服用得我来。哥哥，做兄啊，神兄，你杭州面浪呢有个风俗啊，刚刚人家大年夜夜里门浪向要贴福字单，还有一个口彩，哎，叫福字，一年四季嘛太平无事。没准你破娃子，你杭州一个风俗不熟，为了你弟兄门浪向写搿种草莓的个单句啊，你写得这搿种句子啦啊，真叫与特分人之体，什么空生之门啊！没得，晓得这个总单是望空读书，真正太读书人个蛋，哦，读书人的名对啊，字字不可介意，血么不可介意，这个放屁，绝对放屁，放屁，放屁，放屁！你老哥啊，老左，该当少让话哎呀，磨昏他个子。哎呀，老左，司机们名人堂啊！啊，名人堂是啊。哎呀，我当时看吧。哈，哎呀呀，搿名人堂嘛是读书人喜为人分个场合呀。真是。这是呢，语气要称，语后要发。来了空生养门人嘛啊，应当斯斯文文了，客客气气。以至于理。哎呀呀，你看看呀，一个一个呲牙咧嘴，九头灰灰，还要屁声哩哩。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嘿，实在吹不可闻，吹不可闻呐！做兄，弟兄们是有根有据，本合适。但是呢，狼烟我与华中大刺，手上个名堂。哎，
搿明明是你道偶意会语嘛，哪说是我狼意恶语呢？你都说的是非不分，相吹不平，只不过得当一步之问。弟兄们训斥呢，是有道理的。上马山门我有道理了，可是我要听听的嘞。来，听可知啊？上言中路难分清，雨里风里送人病。你在高手的，我居下谁人？天堂美景两缤纷，因我天性把是非深，乃龙背的谁是文？恶语诋毁欺负人，心碎晦气上门定，是此因为真口恨。激起官人，他一个千里烧杀与公平。师兄，大丈夫人不来人，于中做亏心事，是要与待人待后高。我求你啊，识时务在为境界，免得二了来不及。没得，这个兄讲的对。追文兵一看，哎，该到啥人话？名人堂弄得像傻瓜地上说啥呢？哎，只为神兄。凑凑一股读书杯，饭酒风我为上进人。生意离之心，冬日空门生，后必插钩起纷争，相继太极说死人。雨里风里终身生，太上人，为一下大方，绿马名人，该去当书绿衣人。为王要四分岁岁。二兄啊，大家侪是读书人哇，空山门下洞门洞中，虽说你马是杭州人，那屁股怕他是那往外头歪的人啊！看不得朋友随便出吹，这地走起，眼不见为人啊！哎呀，错得个眉头想不落呀！这个嘛，做几岁才听好了嘿，你老姑老实的，那比得够你多，不够对你妈妈。你老姑啊，不要紧讲，与我那里，我今朝随时要秘密的到个威风，口里到里下来。阿哥在欺负老百姓嘞。自sei不女爱生。
定计。十里来人系自己，后家后位总须生，都是与风是杀谁能？你鼓上泪水总没意思，来起身。今朝是天在当中恰在后，为开那个气本心。你老哥啊，老左，哎呀，唔晓得你，唔晓得你，哎呀呀，你到山门嘛摸狗仔啊，屁嘛放狗仔，不记得杀人放后了喂，不够。真正碰上各种强盗背时上啊！哎呀，我也是嘛，总归也是了该大概，哈哈哈！唔晓得你，你先走，你先走吧。哎，老左，要醉嘛，我等一路醉呀，走嘛，走。哎，哎呦，祖兄，子兄，今朝到此地来是要你讲讲清爽啊！为啥大年30了，让我们让下个种出卖的单据讲得清爽，放在把讲不清爽，得都别得。哎呀呀，子兄啊，我送不来这个单据嘛，真正是大吉大利。那你说我辣辣出来个美头呢？我看出来那还是出卖的呢，请教你哪读法？这是耳朵，那么读出来听听。读出来看我。哎，你不读出来嘛，大家能晓得，究竟是何是话女？师兄啊，别叽里婆，你晓得吃，还是你读不出？别叽里婆，这个别叽里婆，读不灵啊！读不灵。你晓得是我就读得出。袋里水纸锅里吹出来，袋子上一放，你听看啊，上令谁定往日杀，放屁啊！为愿啊，被爱夫是来，你混呀呀呸！望空读是你，子兄啊，你读这个普句了海嘛，是要发灵着我。哎呀，小，我背行虽然俩是嗷嗷读普句啊，你读，我读出来嘛是柔好过。你来，我这个名道叫代中于师，师中于代，代代于师，师师于代，至今为文，李贵巧句。对中，这西瓜把你弄得来对牙文个是哟。麦克，你来。那么呢，闲话当你说清爽。今朝个句子啦，不能读欧字句，嘿，倒要读七句开。当你才不懂，一套瓜子10个字读7句。来，那么呢，你听下子，第一句，谁定往日上别定，斗气，问屋里了，加2个字，加2个字么难呢？叫谁定往日少辈哎，意思那往日少辈。哎呀，不你这样一读，意思得何子对子呀？祖兄，那哈，那么河里上3个字么不成句子着了。别介鸟，
公主们上里门下里叫两个字，现在么要下里门上里去叫为两个字，叫十少悲哀父子来，一是呐哈，不离这样一头意思大哈不错呀，这兄呐哈。你刚刚是对中于诗，诗句大家写得要有四句，你画他两句，这经为文和来为读的，没好，今朝你读出来意思好，放来把意思不灵，送过举白那么今朝你当我听，好，来，叫雷日父悲少神。被烧成王丁神，只为神兄，你读一大皮皮口意思一呐哈。哦哟，不离这样一读意思的好些，我不离非手来插队到背负了你哥哥。广北的小叔看见都要不了做主赛天了，这不对了，走嘛，还是要帮忙。哥哥做兄。神兄，你对队里十分的精通那么小弟给他与一个上里，请赐教一个下里。只在请教，我不上里教，并把三下。那么我不读一句，不得，那不不读是两句，你拿一句呢？乒乓应该两相对背有三相，那么你读一下，我怎能说一句谁瞧到你？他比我，看你都不能走得起，哎呦！妹，从北里抽出来个小肚当长得这对欢喜，大哥来把个干做兄。神兄，小弟不在，但还有一个对岸请来也。但是请假。我们来听哈，我们个上里呀，讲咕噜噜噜噜，那么我谢来，来，分解说了，我们个上里呀，讲咕噜噜噜噜，不落多说。请假啥个讲句？啥个意思嘛？谁是那我哥哥不明呀？有只鹿，独钩子说了还那困觉，请但是大美灵该，那么我单位呢？请假叫淅沥沥气息的。没，请假啥讲句呀？那岂有个西米语一云机，一是老地文。我有也是块模拟云机呀，我有得起呀。没，我为他还有个上里那里。真兄请假我不跟上里讲。小来还是来，大来还是来，小来把了大来里面，两来并一来，你来。大聪明个。神兄，你谁在玩？你到4年么总归谁在了？那么谁在还是在？我在还是在？谁在快乐过在里，两在并一在，哪个来谁啊？我个姑在办不，我再父母听我外语了。我来，你来，走开。哦哟，翁兄，奶，翁兄有啥指教？族兄大名是乃官儿，先天不来，你一旦也请带。哥们，请假。讲十分大香，叫称啥么子？来，吃富贵大小嘛，统称才叫乐吃。对，神兄你真信吧？姓翁。天了，飞儿娘，上眼睛，
哦，夜上眼睛嘛，哦，内心哦，咁么我单位呢叫归于此用啊，哎呀呀，都行哦，哈哈哈，我的红军啊！哦哟，师兄，哦哟，士官兄，哪士官？吐血在士官哟！错开给，神兄乃真心啊！必信我。哦，我若天作之祸，还是何作西西之祸啊？谁不得干？哦，我是生意下头之祸。哦，那么生意下头，那分口和那个条好容易啊！可不大高干。那个是姚娘养出来太里嘛。那么还有啥指甲啊？举份作凶。哦。满腹惊人，三个不对。不要斗人啊，何负欧举？没。我兄啊，说听。岳父欧错，不岳父欧举。嘿，看来你不懂。我欢喜找象棋干。象棋里向只有举木盘，没错木盘。这个人我背呀，欧举干。个欢喜欧举才力气。那么哪还你？他有个上礼啊，请师兄指教。请教。那么我个上礼呢，叫马狗莫叫。地蛋狗。咚。三狗一匹马，狗一顶毛头家。那么你四只弟子打了个脚米浪，三狗浪克动狗，手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。不错。我兄啊，这个脚米浪是只中山。对，我是中山。你是中山？不，我单词里是中山。中山。那么我中山嘛，你还要中山干；我有声音嘛，你还要有声音干，否则不稀奇干。那么我到娱乐里请，叫肌肉动本只可楼当，慢慢叫。让我想想看。三狗基本上七十，搿只芝麻说了东北浪向面有当个声音，搿个架子我兄啊，痛了不痛啊？痛开，叫你么咚，我么当，叫咚当，到我里一年四季了走到。上，我操这个蛮对啊！外头的海人看一看不足之三，引着我咚，当，一年四季走道上啊！四季一口一个在不里背到，再也不要带。作兄，子兄，侬该单位再遇一带，带得出方来吧。来听讲，今朝我就要给他个场面，吃个场面，叫欧子登空来接地。那么我司机高手云玉阳，今朝预测到此结束，小调之位。高手云川这个预测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光临。你收看平台头个点青年演员台浪向能够有这样出彩，有这样的神采，离不开领导的重视，为了多搭建平台，更离不开观众朋友们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嗨，观众朋友，2017高手云川苏州市平台头中青年演员风采系列专业带进展呢，全部播放结束着。谢谢那个收看，看之高后呢，侬有啥感想可3面前屏幕下头个二维码加入你个官方公众号来等你参与交流。嗨，观众朋友，再会。